上。专家有理会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过5关挑战，上这个35000块奖金摕上去哦。 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，上个来林志平先来。阮这边吼是咱的台湾好歌声，欢迎咱的队长刘文琪。问题来啊，问题来啊！哎呦，这么快啊！秀姐甲迄个，敢有足久？有啦，嘛是真久啊啦。你看咱第6季啊，第6季你看有等偌久？哦嘛是有影咧。我跟你讲，我这6季哦，重点是啥？拢有来哦，拢有来。真的，制作单位是找无人啊你？不是，是因为我较俗。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讲。你讲你较实讲你的在。台语吼真好，啊，通啊甲观众朋友讲，是是话吼大家来合适安尼啦。高雄人啊，高雄人啊，高雄人啊对，我今仔带足济我南部的朋友来啊。是对，南部的朋友，南部的朋友啦。请是你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文腾。哦，对。文田。伊会晓讲迄个台语，伊进前国小的时阵有比赛。哎，当比赛迄个高雄市搭水果第2名比赛。哇，啊那个后前咧，是我就是这节目第6季啊嘛吼，我嘛是来第6届啊。搁一个来第6届。逐当若有发唱片，就是一定爱来宣传。对，因为哇，咱一顶一拽，咱嘛有摕到啊。对。我上会记是有一张唔通啦。对，迄是第3张，啊，即马第7张啊。我这个师弟偌高诶，啊，入围金曲奖甲金钟奖。哦。家己个要做节目，广播电台。厉害。对，啊，搁是创作型歌手。啊，编导。啊，这张专辑创作几首？内底嘛有7首参与创作的歌曲。哇。嘿，啊，这届因为这张是我为明日之星比赛毕业过20关了后的过10档的作品，所以内底的歌曲拢是我要甲一寡前辈来表示我的敬意的歌曲，嘿，就是为因的经典的歌曲延伸出来的故事，嘿，10首拢是安尼。感谢谢谢哦。好，来感谢，搁扫入去咧，要唱什么歌？大家好，我是艾文。艺名啦，艺名。得啊就好啦。得啦。啊，阮就知影讲你要讲台语哦。艾文。好，来艾文的边仔咧。哦，这个是阮的小董啦。小董，当然，当然。伊都全部咧处理代志的。我讲处理代志是处理演艺界的代志啦。对，我为细汉看到大汉，我的通告拢是伊咧排的。对。真的，我为当然。我甲曾伟忠系比拢是伊咧拽。哎呀，伊台语讲了好无？袂歹，因为伊顶头是。无，扣上夹出来，扣上。我把扣上骂过，然后叫我不准再讲台语啊！我台语够少烂的。不要紧哦，不过通常来阮节目的吼，无啥会晓讲台语的，真紧甲35000摕到登去。所以讲哦，你这边有机会对吧？阮这边嘛是有机会啊，是这边嘛是来6岛啊。这对还没介绍。是，来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新闻开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明川。拄仔讲6摆，我嘛是来6摆。哎呦，嘿，啊，逐摆来，台语就较进步淡薄啊。这就是咱台语台上重要的代志。介绍落去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德伟，我自细汉就教阮爸爸妈妈伫咧菜市仔卖鱼，啊，我即马嘛是一个韩文老师。绍落去嘛是哦，来。就厉害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陆一文，啊，我嘛是来第2届，我嘛是高雄人，啊，顶届来的时阵，互阮兜的人笑甲变过，因为讲你伫枋寮出世，我4岁进前伫枋寮，互阿嬷带大汉，啊，伊讲，啊，你来讲一个台语讲甲安尼。哩啦啦，我好咩呢？我讲即届我搁爱来，嘿，是，好，不要紧，搁扫入去咧，来。我叫做蔡文雄啊，啊，我是自细汉就是无伫咧学校，我就是伫咧阿公阿嬷兜爱饲大汉的安尼。啊，我即马是伫咧101遐卖珠宝的。好，来，搁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陈和平，啊，我是一个台南的朋友，男朋友。啊，我平常时啊，拢是和阿公阿嬷就是做伙生活，啊，我阿嬷拢叫我汉尼的后代，啊，我即马是一个大学生，嘛咧卖衫安尼。
安尼高水啦，其实咱台语就是安，你生活当中吼学起来就好啊。你就知影巷令好歹是什么意思吼。今日这2队拢来比赛，拢来6摆。嘿，啊嘛有摕到奖金的啦，啊嘛有无摕到的，不要紧，35000你等你，今日甲摕到转。加油！好，好，今日介绍咱台语顾问老师。哈，接下来要介绍咱的顾问老师罗公行罗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，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就有好成绩。好，当然就是要摕好成绩啊！爱加油哦！好，一定爱加油哦！好，今日去咱的第1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句，2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句成功。2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句。哦，你一句我一句。哦，要安那个斗咧。哦，咱这回合吼，都是有一句话啊，但是内底几个字乌掉。哦，互2边来想看卖，啥物拄啊好的，你会使弹入去了，就会使甲这几句话讲甲足完整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好，来手嘛是共款放在另个顶面。对。好，那知影就紧来试落去哦。好，好，来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安怎咧？哦，等下哦，听我讲，请手答无吼？对，我真友好。嘿，逐工陪阿嬷安怎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这边先，陈伟辉。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去散步。哦，去散步，老师对唔对？健康。哎，好，来我这边。我真友好，真友好，嘿，歹势无法度看你。哎，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去，嘿，去买菜。哦，去买菜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买菜真好。好，来这边，来，好来。我真友好，我真友好，规工陪阿嬷拍麻将。哦，拍麻将。哦，拍麻将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嘿，来这边，今日个想哦。来，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看电视。哦，看电视嘛是真友好哦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嘿，好来。来，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洗牙齿。哦，洗牙齿哦，老师对唔对？健康。好来这边，拿洗牙齿哦。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食暗顿。哦，食暗顿，老师对唔对？可以哦。哎，这咱逐工拢咧做的哦，来一个答来，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去运动啊。去运动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会使。哦，来，陪阿嬷去创啥？去医院。去医院。去病院啦，去病院啦，较歹去啦吼。去病院，咱来问。逐工陪阿嬷去病院。阿嬷逐工拢爱去吼，以为老伙仔较是领，逐工拢爱做志工的啦，对，做志工的啦嘛。好，来去病院哦，老师对唔对？会使。哎，你跟我讲一答唔真好哦。好，来我这边。好，来，我真友好，逐工陪阿嬷去找翁。你嘴啊，去找翁。安尼嘛无唔好，不对啊要紧来问老师，去找翁敢会当对唔对？要使这无合理啦。哎，人阿嬷完颜失婚，想要搁找一个啊！哎呦，实在是不要紧，老师再聊一开始，来分数。啊，恭喜得了1分哦！来问老师是安怎袂当吼？来，老师。照讲阿嬷年岁已经大啦吼。是。啊，你若讲阿嬷原来有翁，迄就是恁阿公嘛吼。啊，你就免叫阿嬷去找翁。啊，若无啊，聚会啊吼，你讲叫伊讲去找翁，听着嘛足奇怪。当然无反对啦，但是就是讲，这听起来甲咱日常的生活较无合啦。嘿，不要紧。
咱够后一题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手跟两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台咱台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今仔日安怎，只好明仔才安怎？是，今日安怎，明仔才安怎？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好，来想委开。好，我先来好啊。我今仔日头壳痛，只好明仔才读册。哦，今日头壳痛，明仔才读册啦。哎呦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会使啦。哦，你身体爱讲，来。我今仔脑痛，只好明仔才唱歌。来，要滚啊！做一个歌曲是对的啦。对啦，录音嘛，保养啦。嘿，今日脑痛，明仔才唱歌啦。对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对不对？对看。哦，听袂当啊。听袂当个讲啊，一人听一遍啊。好，好来这边想委开。啊，我今仔日心情歹，心情歹，只好明仔才食饭。哦，加特别，今日心情歹，我失恋啊！哦，失恋啦，对啦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伊甲我放散。你的可怜无够可怜。老师帮他练的啦。失恋了。不要紧，来分数。有一定的第2分哦。咱来看老师边啦，甲老师评评者吼。来，老师。不是，你食饭哦，是咱逐工拢爱食的啦。啊，你若讲明仔载只主餐啊，我会当接受啦。如果大家做伙食饭，迄个代志我今仔无法度，因为我心情歹嘛吼。咱明仔载只主餐，哦，可能我夜暗困饱，明仔起来讲好啦，赶紧来做伙食饭。哦，是。哦，啊你讲你敢若讲食饭，听起来就无完整啦吼，因为食饭是逐工拢爱做，咱一工毋是干那食一摆哦。啊你安尼，你因为心情歹就无爱食饭啊吼，安尼听都无应该鼓励这种可能的代志。好，老师谢谢，不要紧，够一题哦。来，手跟两个顶面。啊，拼开始哦吼，老师。好，我加油。啊，一定爱开啦吼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我甘愿安怎，嘛唔愿安怎。我甘愿爱伊，嘛唔愿爱你。哦，真勇哦。我甘愿无钱，嘛唔愿上班。哎，嘛袂歹啦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安尼生活真艰苦啦，但是伊若要安尼，我无违法。电视机头前你敢有胆？请上面找老话，答案上精彩，就送奖品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我甘愿安怎，嘛唔愿安怎。好，我甘愿安怎，嘛唔愿安怎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想手足紧的吼。嘿，我甘愿食亏嘛，无愿失败。哦，甘愿食亏嘛，无愿失败啦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好，安尼会使。Yes。好加载。好，来这边，好大家。艾文。我甘愿无钱，嘛唔愿上班。嘛唔愿上班啦。我甘愿无钱啦，嘛唔愿上班啦。哎，嘛袂歹啦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安尼生活真艰苦啦，但是伊若要安尼，我无违法。都会当对啦，啊，毋过真辛苦啦，吼。好，来，我咱这边先开开。我甘愿爱伊，嘛唔愿爱你。哦，真勇哦！三角我甘问题哦。愿爱伊，嘛唔愿爱你哦。好，来，老三对唔对？会使。好，来这边好个声。我甘愿，你讲啊？哦，我甘愿放下，嘛唔愿甘愿放下，嘛唔愿。提起吧。唔是，嘛唔愿。告捷嘛，告捷。我甘愿放下，嘛唔愿意告捷。哦，甘愿放下，嘛唔愿意告捷。老师安对唔对？这逻辑上怪怪。嘿，怪怪。咱这有淡薄仔教育意义啦吼，希望人莫做迄种戆代志啦。是，无唔对。啊，但是就是讲，你若正常合理的话，咱就会当接受啦。拄则迄句话就是讲逻辑上，咱听袂出来讲伊到底是要讲啥。是。所以你就爱两个斗会起来啦吼。你若讲
我甘愿赶工嘛唔愿毛飞，就是我感觉赶工遐要紧，啊毛飞是唔好的。哦，啊你两个选一个嘛。啊你拄则讲我甘愿爱伊嘛，唔愿爱你，伊若是即个查某囡仔甲伊讲你啥都无爱我，伊讲哦因为我爱伊啊。哦，安尼当然两个选一个嘛。哦，啊但是你若迄个无合理的，咱就讲听起来就无怪怪，艺术啦艺术。对，安尼无好的就咱袂接受安尼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真好，今晚拢开始啊，来看一下分数，看阮心花咧。恭喜得了1分哦！嘿，我人好歌声的。哦，今晚有2分哦。哦，所以嘿，今晚奖金伫咧好歌声得了5000块啦。5000块摕起来就对啊吼，不要紧哦，咱今日去第2回合吧，佮继续甲谈转来。好，今日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机。台语蒙看卖。哎呦，蒙看卖变哪蒙啊？像咱这回合吼，就是5题啦。出来定高机的时阵，爱记每一回合有新的物件，互恁蒙，看恁蒙到是啥物件。一旦你知影，紧手搭。嘿，爱用台语哦。吼，讲出这物件是啥物货哦。讲唔对嘛袂使吼。讲唔对，不过吼，这个回合阮即马有对恁较好，就是有互恁2届机会。吼，2届机会，啊，讲正确的哦。吼，啊，分数呢？分数吼是5题内底得到3分呢，赢一边就会使摕到这回合的奖金1万块。第2回合就1万块。好，准备好哦。向前一步，来，台语蒙看卖，来开始蒙。请蒙。这什么？哎呦，哦，那知影就记得起零哦。大用，知影就紧试哦，知影未？知影未？哎呦啦，啥物？唔通我走出来，唔通我走出来。足恐怖，足恐怖的。哎呦，你讲蒙只过来，接着你，我蒙到，啥物物件？地家要记啊！来，这个试看卖，试看卖。啥物？迄个抓迄个鸟气的迄个机器，迄什么？抓那鸟气，抓迄个鸟气的机器。抓鸟气，抓鸟气的机器。鸟气机器。捕鸟气的机器。鸟气的机器。哦，就是迄个捕鼠器啦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唔是咧物件，唔是咧物件，老师嘛，不要紧，来，为中，电路板，电路板，来，老师，电路板对唔对？啊，嘛唔对，电路板是一般电路板无电路，不要紧，接近哦，好来，搁次，即摆会使试啊。来，手机板哦，手机板吗？哦，你看你安怎念？手机板，确定？手机板。哦，来问老师哦，老师是不是手机板？发音无正确。哎呀，表示讲对啊！有机会啊！有机会啊！我可以再讲嘛？你会使讲，安尼就是主机板。主机板，迄有淡薄仔几个字？3个字，啊淡薄仔变调。嘿，主机板。主机板，确定吗？主机板啊，应该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主机板？这边正确。这个电路板不同。无讲，你看。哎呦，差的啦。第一堆垃圾带出来。是不是？分数。恭喜咱这边得了1分哦。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。伊拄则讲电脑版吼，电脑版无一定干那，唔是干那电脑有真侪物件拢有电脑版。是。啊，伊这是电脑内面的一个特别的，叫主机板啊。主机啊。啊，这伫英语叫做 main board 啊，是讲 mother board。啊，所以你袂使去改叫做电脑版啊，因为电脑版跟这个无共款。所以你爱讲好较正确的。是。啊，伊拄则这个伊知影是啥物啦，不过伊的音无准，伊讲主机板，这袂使咁做。这是主啦，主人是主人啊。主机板。啊，伊拄则开始是调唔对，尾伊调正过来会使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迄音差啦，吼，音差的问题，啊，毋过你又对哦，是音差的问题啦。因为阮拢以后拢会赢啦。无毋对，安尼我要甲你问一下，这韩文安怎讲？
韩文的，你嘛是考到我呢？我会晓讲电脑的啦。哦，电脑那个。电脑 computer。我嘛知 computer， 我咪要讲电脑的日语啊 ，computer。哦，音无共，嘿啦，computer 啦。我会晓讲日语啊 ，computer。不要紧，尽量讲，知影什么话就尽量甲讲出来。有机会，好，有讲就有机会哦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我先看者哈。哇！哎呦，真正这有西蒙呢，西摩呢，西摩，野魔唔知会插无吼？我唔知，我敢有扣啊？你叫伊莫走。叫伊莫叮当。伊无叮当，伊无啥会叮当。应该咧休困啦。来，咱准备好啊！台语望看麦，开始。看头前，懵嘞。什么拢无呢？春鬼还掉，哎呦！来，来，跳过啊！真正有哦，干了强，哎呦！来，好来，较紧，台语，贵哥哦，贵哥，爱问贵哥，贵哥 K 个 K 个 K 吗？哦，那就记个，哎呦，袂歹哦。你哪会知影？你确定吗？应该是。哦，记个，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老师是不是记个？伊讲迄个物件哦，应该伊知影是啥物人，不过伊讲的台语是无正确。对，好，台语有讲法哦。我嘛知伊是啥，我讲袂出来。有一个讲法啊。有冇迄条？吉利哥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吉利哥？哎呀，大家知影这个方向啊？对。所以讲，咱的音爱念无准。嘿，头差不多嘿。哦。头一字是迄落爱啊嘿。来，贵哥。有安尼。高山狗。哦，嘛袂歹呢。哦，高山狗你确定？有诶。有诶吼，你要试看卖无？试。来，老师是不是高山狗？差一双。差一双哦。来，咱一位，高什么位？高模个哦，袂歹哦。确定哦。确定吗？嘛无答案吧。高模个，嘿。哦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高模个？还是对。这咱单位吼叫做高头狗。高，啊那无就是。我就比一个安尼啊。有另外一个讲叫做高头啊。高头啊。因为伊其实吼，伊是原产地是伫四川啦，咱即马大部分吼拢是对这个叫做纽西兰来啦。对。纽西兰专门咧栽培这。是。咱这个伊的华语的原名吼叫做猕猴桃。猕猴桃。伊是去迄个纽西兰了，纽西兰甲因遐有一种特别的蕉叫 kiwi， 用来号这个名，所以这个叫做 kiwi。kiwi 本来是种蕉啊。对。因为感觉这个果子嘛足奇怪，所以因就用迄个蕉的名来号这个，所以两个拢叫做 kiwi。是。不过伊原来是原产伫四川吼，伊叫做猕猴桃。咱台湾话就叫迄个猕猴桃，伊家叫做高头果，无就叫做高头啊。好，老师谢谢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嘛有学到啊啦。好，来，佫刷落去哦，咱今日来换人。是，汉宁的你会惊无？我惊哦，惊这吗？嘿。我惊孤单呢。哎呦，这边的拢足特别的吼，惊母，这惊孤单。我甘愿佚佗嘛，唔愿孤单。真正是安尼哦，所以讲嘟嘟啊，对你来讲拢无。拢还好啦。会晓念无？袂晓呢。好，来试看麦哦。好，准备好。看头前哦。来，咱的台语望看麦，望入去。来，请望。两个。抽残呢？干平手。什么啊？收抽残。好来。
康你的。不是啦，你懵着懵了啊叫是啥？我知影这阿嬷细汉拢用这泡啊尻川的。哦。3斤吗？3斤确定？应该是吧。哦。3斤。来问老师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3斤？健康。好，来分首先，今天几啊？有价，大家恭喜你的酒呢。来，听老师解说。恁阿嬷真正用这甲你泡？真正，这拍到足恐怖。对啦，这叫做3斤，冇人讲3斤啊啦。我讲3斤啊。两种拢会使讲啦，3斤啊拢会使讲。哎啊，所以讲了真正确，但是劝大家唔好用这拍囡啊。对，唔通啦。这拍囡啊，爱的教育，爱的教育。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不要紧哦，会愈来愈困难哦。变手啊，变手啊，变手啊！哦，加油我继续落去哦。好，来，今年换人。是，你上惊啥货？我上惊散食，惊无头路。这边拢做有钱，拢是惊散食，惊无头路啊。无头路，是。文玲，你甲知影？我惊输。哦，你惊输，我介意输的感觉。哦，原来哦。哦，你还自教了好。哎，这对你来讲应该是真简单啦。弟弟，你应该捌蒙过，一定会啦。请准备好啊哦。来，台语蒙看卖，开始蒙。看头前。哎。这个台语咩讲？台语咩？知啊，坚持。来，弟弟。表情。我即摆讲当个蒙者。等你，你通个蒙看卖哦。你使蒙。嘿，你继续蒙不要紧。继续蒙。车桥啊。哈？车桥啊。我看应该嘛是差不多啊。你够用安尼讲吗？我袂使晓讲。车桥啊。咁我是车桥啊。来，老师是咪车桥啊？来对唔对？好，来。菜桥啊。菜桥啊。青桥啊，菜桥啊，拢是桥啊。哦，对，有足侪色的。不过咱即马看到敢若一个色。来，老师是毋是菜桥啊？嘛毋是。甲桥啊，敢若拢无啥共呢。有2种讲法啦吼。啊，第2种讲法的头一字是青条啦。青。另外一种讲法咧。嘿，青什么？啊，那另外一种讲法是啥话？哦，另外一种讲法是3个字啦，头一字是。对，嘿，敢若是一个电器对。啊对，嘿对。是一个电器嘛吼。起来跳起来迄个。啊，嘿，色啊，伊就跳起来啊。另外一个名。用水天落啊，起来跳。但是要念叫哦。来，知影今个是。叫什么？好，来弟弟。大东啊。大东啊。你确定？你确定要安尼念？应该是。大东啊。哦，确定哦。啊，选一种。大东啊。哎，大声啊！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大东啊？大东啊！来，分首先。终于有人得到第2分哦。来，听老师解说。哎，这个物件吼，咱台语伫迄个有出遮的物件，出这种物件，所以大概拢是讲大东啊。大东啊。啊，但是嘛有像我北部吼，会讲青番桥啊，啊嘛人讲青香蕉啊。阮爸就是卖菜嘛，阮兜遐个菜市啊，拢是叫青番桥啊。对，青番桥啊吼，啊这是北部较侪人讲啦，啊中南部一般拢讲大东啊啦。啊，所以伊即摆尾来伊讲大东啊，这个是会当接受的答案，因为伊若讲大东啊，就袂当正确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啊，有咧请我这送伊好啦。你即摆知影安念嘛吼？是大东啊，嘿，咱若去港买时就讲我买大东啊。大东啊，好，来，最后一位啊。加油哦！来，今日换人。哦，这个物件就是安尼薄安尼啦。薄利是安尼。是，嘿，薄。老师，你有想到什么会个物件是薄？啊，你懵了诶，感觉袂惊，啊，毋过就是薄个底，薄个袂惊。
我会使给你暗示一个，宝，个地真多安尼，地真多哦，地真多，卫生纸啊，啊袂吼，因为咱还袂懵嘛，你还袂懵啦，你才讲出来，万一叫唱起来。你嘛想到吼，大家拢足想要懵啊吼。哎呦，准备好啊！来啊哦！看头前啊！来，看头前，台语懵看麦。哎呦，是啥物件？那有马心。我袂晓讲啦，但是你知影？西迪啊！夭寿棍那是阮的手啦，倒一对会当讲出广地的台语咧。来，看头前，台语懵看麦，听无？哎呦，是啥物件？那有马心。小拍电。哦，绑掉。这个。好来。哦。台语哦。台语吼。地足多哦。光地片。光地片。哦，光地片。光地片。哦，光地片。哦，确定哦，老师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光地片？那这是。啊！你蒙足久哦，蒙了2点外钟啊，都讲袂出来。加钱哦。我袂晓讲啦，但是你知影啥话？西迪啊！西迪啊！加啊，就是台语咧。西迪啊，确定。西迪啊！你若袂西迪啊，红底啊去哦。西迪啊，袂当食呢。你确定西迪啊？还是恁大头拢煎一种？不，我弄我，难呢，很难。那个，好啦，我华迪啊，反正有两个机会，你先好我西迪啊，先来西迪啊，西迪啊，好，来，老师是咪西迪啊？西迪啊，那这嘛对。要紧，第二个机会，来评选老师。几个字？安尼是。几个字？两个字。光地。你要来更地者不？哎呀，对。老师是不是更地？那这嘛对。啊，无记啊，今日机会来啊！来，第地啊！敢若有机会。光碟嘛，光碟，我知影，碟对碟啊，碟我知啊。好，来，老师更碟对唔对？冇对。碟。其实，因为咱汉的咧念吼，所以讲就是真正唔知怎哪念。好，不要紧，老师甲咱讲。好，来，老师。这种物件吼是新的物件啦吼。是。啊，咱一般来讲拄到这吼，咱拿照字来念就好。哦。啊，不过照字吼，咱有一个一般来讲有这个规则，就是讲，我记咱时代吼，天顶有咧飞迄种飞碟啊。对。啊，咱个讲就叫做飞碟，袂去叫做飞碟。叫做飞碟，这什么道理？就讲咱照字来念的是念伊的文读音。哦。啊，这个字吼，咱会讲光碟。光碟。袂讲光碟，不是光。哎对啦，光碟，或较光明。哦，剪刀真光明，同款。光明灯的光。哎，咱的照文读音来念光碟。是。所以伊知影，伊台语袂晓讲，哎，已经差不多要画，不过伊甲迄个。光讲做光，哦，当然迄字有光的意思，咱讲电火真光。不过咱嘛会使有一个光这个音啦，啊，这上好是叫文读音来念做光碟。谢谢老师。啊，袂歹，大家应该拢有念出来，就知影以后就知影讲这安那念嘛，嘛是有学到啊。吼，不要紧。来，咱看分数，来，咱两位敲话。是，咱来看一下分数哦。对调出来嘛是无啥物路用啦。是，哎，我甲你讲，愈报的是愈困难啦。真正有影。来看咱心花开，心花开得到1分。啊，来咱歌声咧。歌声得到2分哦。所以奖金伫倒位？1
1万块大给咱的好歌声。好，来，我打起你哦，来起来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听到这种声音哦，这种音乐就是要甲拼输赢啦。斗阵拼输赢，是，无唔对，咱这个回合吼，其实是上好拼盘嘛吼。对啊。好，好，要开始啊哦。来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句话吼，甲无迄个尻川唔通食迄个下药是共意思？讲艺术。 A. 仙人拍鼓有时错。B. 翁仔某是小欠债。C. 剃头刀错大树。哦，是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 A 还是 B 还是 C？ 嘿，是仙人还是翁仔某？剃头刀，无迄个尻川唔通食迄个下药啦。是5、嘿4、3、2，要紧分线的方向。来，时间到，咱请示答案。哎呦，答案要结束吗？我嘛足惊，我嘛足惊安尼结束啊。若是 B， 咱就要顶落。老师很久啦。什么意思？来，我要问你，队长，计算那个话。剃头，系啊，就是剃头刀错大树，因为剃头刀遐尼细的，啊树遐尼大的，对啊那倒会落去，啊你就无迄个尻川食迄个下药啊，你是咧讲生笑啊，哦？人家讲大话，哪有可能？啊，意思是安尼，是不是？即马大家拢是 C 哦。是。吼，正确的答案无定就是 A， 无定就是 C。哎呦，我拢唔知影，恁无要搁继续算落去吗？我拢剃头。不要紧，咱来看一了。正确的答案是。是，名拢留落来啊啦！恭喜！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说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讲无迄个无迄个尻川唔通食迄个下药，是讲你若无迄个能力唔通做迄种代志啦。啊，即马你看这内面的选项内面哦，干那迄个讲用剃头刀去错大树哦，迄是无可能代志嘛。就讲你迄个剃头刀无迄种能力，你摕去错大树。错袂倒，莫讲你迄个剃头刀佫会错歹去，所以两个意思是相共的啦。好，来麻烦甲我试后一题。来，上面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嘉义的凉面，嘉义南的白醋，就是咱一般知影的什么物件咧？A. 笋丝 ，B. 美乃滋，麻油内乳 ，C. 两杯就是2000。嘿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若去家己食的，拢会知影哦。拢会淋这个白醋啦，是真特别啦，我是感觉真特别啦，因为口味较变甜啊。好，来啊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啊，请示答案。哦，一定要再坚持。不要紧，阮制作单位有传10条，10个，嘿，看你们安那有拢不要紧。吼，你是感觉是 B，后来我问好了啊，体位，我是唔知影啦，我是听迄个好。我捌食过无？你台南人，我台南人啊。系啦，啊，毋过我阿妈会做，我听我讲者。无甲你讲，嘉义就拢是白醋，美乃滋无唔对哦。啊，你台南人？唔是，台南人阿嬷啦。台南讲介足近的啊，足近的啦，口味可能略略相像啦，可能食过啦，是无唔对。啊，若这边高雄来的咧，高雄的，对啊，其实我是有看过，因为我平常只爱看一寡美食的节目啦。是，所以加减拢会讲到。我伊嘛有讲过。是。哦，恁是感觉真特别嘛吼？对啊。我嘛是感觉真特别。是啊。嘿，不要紧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。来，咱想话几5条命搁留咧，然后歌声嘛是5条命搁留咧。嘿，啥若是美乃滋，麻油内乳的是来问老师，来老师。
这个物件吼，mayonnaise内面吼，伊其实有掺醋啦。哦啊，但是伊毋是唯一就是醋，伊佫有卵啦，哦啊佫有油啦，够油。啊，就去拍安尼，啊因就用其中一种材料来称呼伊做出来这个物件，拢家叫做白醋。啊，其实咱知影，其他的所在像咱北部食凉笋吼，嘛会用这样，吼啊，但咱袂家叫做白醋，咱讲 mayonnaise， 哦，你去摕 mayonnaise 来淋，哦，所以迄是因家己较特别的称呼，甲这种物件叫做白醋。好，来继续来吃后一题，嘿，来上个咱请出题，请问新厝的入厝吼有美角，在风俗顶面安怎做会当互你招财呢 ？A. 入厝的中岛洗身躯 ；B. 伫咧财位跳八下 ；C. 伫咧落地啊吼地银角啊。好，来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拢真共款咯，讨论咯，紧的哦。这两位拢有买厝哦，对哦。这两边有的人就是吼买厝，但是唔知影这美角。对啊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。来哦，来哦。来，准备哦。咱请起答案。哇，这风险真正很贵。迄个无饲是放弃啊。哦，为中来啊，有啊有。我来问队长啦，队长最近入厝啊？系啊。对哦。哇，就是讲因为迄要你去你个新厝，你就爱 fresh， 你爱新的，你爱新的家己，你爱家己歹运洗去，洗掉哈。听讲伊个新厝一定要讲出山明海誓才使入去。哦，看新型的啦。对啊。伊个是。甲人送出去时，等下时阵爱先先出来。真的啊！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，甲亲情、甲厝内底的人送去火化。迄甲买新厝有关系吗？无，啊，因为这是选择，我记的是安尼，长的时阵啊，毋是咱落地啊，毋是有迄个油啊嘛，啊是毋爱单调，爱先。冲澡啦，爱洗身躯啦，所以我唔知啊，我是感觉A唔对啦。啊，你认为是地银角啊？对，因为地财啦，哦，地财啦，我感觉啦，譬如我主人家，我甲钱地落来，放咧家己的落地啊内底，安尼啦。我是知影讲入厝的时阵哦，你若事先看好，你入去恁兜门开开，你就爱紧的甲银角啊。嘿，甲散的迄落啊，壁角啊，厝角落来，烫树来压压，对。嘿，我刚知影爱烧滚水啦。啊，就爱一条比，爱有啥？旺啦，嘿，旺啦。哦，即马大家拢真够讲对哦。伊嘛讲伊唔对，啊伊嘛讲伊的道理。啊，我是感觉跳爬的哦，是有小可入迄个歹物啊。紧走！哎，两边拢有跳爬的哦，两个拢。好，咱来看者到底是毋是跳爬的咧？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哎呦喂啊！哦，袂歹，对仔，根本是嘿，唔对的，拢甲我试失败，失败，跳困一下哈。哎，咱入新厝吼，希望有一个好彩头啦吼。所以咱一般入去的时候，会炸一寡咱生活的用品，像米啦、盐啦、油啦这些物件，顺手炸去。过来就是讲希望讲会互咱有钱嘛吼。所以咱身躯底吼，上好是炸一寡银角啊，还是讲炸一寡银票啦、纸票啦，吼，安尼会感觉讲安尼，这个厝会较旺，后摆生活袂有困难。所以这个是互咱入新厝的时会有好彩头的一种做法。嘿，好来，咱即嘛两条命对两条命，紧张哦。好，讲继续哦，真正要拼输赢哦。好，来，麻烦甲我试后一题。好来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足侪地名是外国人号的，恁敢知影倒一个所在较早号做恶魔角？A. 新北市的野柳 ，B. 屏东的鹅銮鼻 ，C. 宜兰的苏澳。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恶魔角，恶魔，吼！来啊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来，咱请起答案。别个，我算行为啊是 BA， 好，啊，我
大声是 BC 啦。好，来，哇哦，我是感觉迄个鸭柳这个所在，伊的石头，我刚刚跟我的队友讨论啊，石头较侪奇怪的迄个形状。哦，形啊。对，啊，踩起来呢无稳啊。奇形怪状。对，可能敢若较像迄个恶魔角的迄种感觉啦。而且还有一个迄个女王头伫遐。有啊。啊，那咱这边我就来问这个，头一个 A 甲 B 拢是有一个象征，啊，毋过都要首尔都要，伊可能讲地图啦，地图形啊，啊，因为苏澳它伊无一个什么女，较特别的物件伫遐。对，啊，毋过我就是咧叫，嘛有可能叫 B， 因为伊个边啊尖尖。是，我唔知影啦。鹅卵鼻，它是不是一个鼻子？是，我唔知影，嘿，感觉啦。因为呀，即摆若是讲比着哦，够一条命，够一条命哦。啊，那 A 加 C 就知影像有像样。哦，来哟，迄2万块去倒一边，我唔知影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失败，拜拜咯，咱知影讲台湾以早吼，来咱台湾的较早上早的2个国家吼，一个是西班牙人，哦，一个是荷兰人，荷兰人伫南部，西班牙人伫北部。啊，伫北部吼，因咧船啊来到遮的时吼，迄个所在迄个石头足济，迄个海内面有足济石头，看袂到的，所以船啊定拢伫遐弄着。所以就感觉迄个所在足危险的，所以就改叫做恶魔角。啊，这角就是一个地理的讲法啦吼，因为人甲迄个海甲陆地相接的所在吼，若有陆地捅出去的所在，拢叫一个什么角。哦。所以迄个就讲有好望角嘛。好望角。叫 Cape of Good Hope 吼。啊，伊就是这个所在，伊嘛是共款讲一个角。啊，因为这个所在地形真危险，石头真多，所以应该叫做恶魔角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来，今日来看分数，阮心花。即马阁有1条命，所以有1分。嘿，啊，阮这边的，即马无8条命咯，0分。这是冰盘过呢。是冰盘，因为1分所以得到2万块。真正的冰盘哦。冰盘赢过这边的1万5。好，想要甲2万摕转去无？想。好，今日的小记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哦，因的奖金是2万块，所以是20秒。啊，安尼20秒，20秒，无够遐，无咱阁添一30秒，你知无？50秒哦，50秒哦，加油哦！好，那看写好就紧的落，啊，通啊讨论哦，袂当去试哦。好，来摆一摆，第一位，杨春老师。好，来准备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好，这个来，后一个去食嘿什么？好，这个，来，干苦头，什么？干苦头了咧？哇，过来吧！过来买，不是。俗语我来排，全新的算法，这队敢会当提走2万块的奖金呢？好，来准备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哦，无鱼什么？黑马好，这个来，后一个去食嘿什么？好，这个，来，干苦头，什么？干苦头了咧？哇，过来吧！过来买，不是，给到位。今日无骨啊，无骨，快了。快乐，快乐，快这个哦，来，做唔惊无啥物，做雷汤拖，我正讲，给你，汤，安娜，汤，好，
有金条咧，加金条嘛是够有奖金啦。好，来咱摆一摆。哦，摆怀。什么呢？好，无鱼虾嘛好，是讲啊，你若爱吃物件，这项无，啊，咱另外一项嘛会使来代替这项物件，所以换款不要紧啦吼，什么拢会使安尼。过来去食虾大丸，去食就是散车人嘛，无钱再去做去食嘛，啊，拢一样分。但是虾大丸讲，我若有钱的时，我要做什么好代志吼，要来去一间庙，吼，要来捐互人去做什么代志，哎，无可能的代志。咱就讲你卖伫遐去食虾大丸啦吼。艰苦头看外尾，就是讲，咱若愿意辛苦去做工课，吼，啊拍拼吃苦，啊将来可能会趁到钱，就过好日子。啊，咱就讲这叫做艰苦头看外尾，吼，过来。甘愿做牛，唔惊无犁通拖。是讲你若甘愿去做辛苦的工课，啊，你免惊无工课通做。是。哦，啊，这本来是咧鼓励人讲，只要你肯拍拼，你就有工课通做。但是有时父母嘛用这来甲囡仔讲吼，你爱好好读册。你若唔读册吼，你将来就去做艰苦工课。所以你若唔读册，你就那想要做牛共款。你若甘愿做牛，你免惊无犁通拖，你后摆就会食苦安尼啦吼。啊，过来就讲杯底唔通饲金鱼，这本来是咧食饭啉酒的事啦。劝人讲你酒就爱啉好大，啊唔通酒放咧吼，遐尼济酒敢若金鱼放落会当伫遐咧饲金鱼，所以叫人讲你酒就爱啉好大呢。是，好，咱即摆上重要就是爱紧日看咱的奖金偌济，来咱奖金偌济？咱上尾也搁剩5秒，所以奖金有5000块。袂歹，安尼嘛好，安尼嘛好啦吼。好，今日去咱的颁奖，颁奖，来恭喜！老师，你讲哦，老师讲哦，顶抓来伊嘛敢若有摕到迄落奖金哦，伊嘛袂记哩啊。啊，但是若有嘛真好，因为大家有学到哦，嘛搁摕到奖金吗？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咱辛苦的罗公行罗老师，谢谢喽。专家有智慧，斗阵拼得起，嘿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拜拜，再会，谢谢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，大卖，谢谢。